日本时代伫沙定堡内底一个眷村，迄当阵是空军风炮部队高射炮的阵地，即嘛是已经保留起来，称作是眷村文化园区，嘛是新北市的历史建筑。即阵嘛，才当伫咧举办一个空翕图的展览，要来了解大台北地区历史的变迁。 这个是1945年的松山机场。比较松山机场本来时期的空照图，就通看出都市的变迁，佮有中正纪念堂等等总共9个所在。对1945年开始改读军事用途了后，几个阶段的改变。 它之前呢是炮阵地，然后呢在民国50年代、70年代、90年代一直到现在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时代的变迁跟社会的进步。新北市文化局表示，过去的军事机密，军方是安怎操作空照机、底片破突机等等，民众即马拢通伫展览中来认捌这个知识。另外嘛通熟悉空军3中1川过去重要的军事地位，这伫民国95年正做新北市头一个贯穿历史建筑。 内底保留真侪战争历史的痕迹。空军3重1村是我们日治时期的高射炮阵地，然后它负责保卫的是淡水河对岸的台北总督府的安全。大台北地区有9个炮阵地，我们是唯一仅存的一个炮阵地，因为我们还有遗迹，我们还有地下甬道。 小心头哦！文化局表示，这边真特别的地下通道，嘛通互外界知影过去作战的时阵是安怎运送枪支。园区的环境结合展览，甲课本无写的台湾历史小解，互大家知影。会等到6月底，因应疫情，即马阁有线顶的导览影片。记者陈阿文、谢桂林新北采访报道。